坐喺我隔離嘅係李明慧女士，咁佢咧就預備咗一份聲明啦，原本咧係英文嚟嘅，咁咧就我將佢轉咗做中文啦，而且你係想喺呢一度去公開係咪？係啊，唔該晒你，呂校長。OK，咁如果有任何補充，你就到時再話俾我知。好，OK，好，麻煩晒你。得好。呢個聲明咧，其實佢係想特別向佢個前夫去講嘅。冇一個人結婚嘅時候會係諗住離婚。我哋曾經真心相愛過，亦都曾經真心希望可以一齊建立一個家庭。但係好可惜，隨住種種事情嘅發生，我哋嘅婚姻最終係無法繼續落去嘅。今日我再一次企出嚟，我唔想數你嘅不是，亦唔係想喺人哋公開人哋面前呢，就再講邊個啱邊個錯。我只係想你真正停低睇一睇我哋個仔，因為我真係好驚。我哋兩個成年人之間嘅恩怨，最後承受嘅代價會係一個小朋友。我承認我曾經好衝動、好激動。當我見到個仔返屋企之後嘅行為、情緒，甚至佢身上出現咗一啲令我擔心嘅痕跡，我有一刻我好緊張，我好驚。我會問自己點解會搞成咁？點解一個小朋友要經歷呢啲嘢呢？甚至有一刻，我將所有嘅憤怒都指向你。但係當我冷靜落嚟，我同呂校長逐件事分析，我開始反問自己：即使喺我眼中，你未必係一個合格嘅丈夫，即使你未必係一個滿分稱職嘅爸爸，但係我始終唔相信你會忍心知道自己個仔可能受到傷害，而選擇漠視。我知道我哋之間有好多恩怨，甚至可能講呢啲説話嘅人係我，但係無論我講啲乜嘢都好，你第一個反應都係選擇唔相信我，反駁我，甚至覺得我又喺度針對你。但係今次我求你唔好再焦點放喺我身上，你唔需要相信我。你只需要認真睇一睇你個仔。我可以肯定咁同你講，為咗我個仔，我願意犧牲我條命。如果你對我有怨，如果你想我難受，我承受。但係我求你一件事，唔好令到我哋個仔身心健康成為兩個成年人恩怨之間嘅代價。我相信你都係緊張個仔嘅，你忙，你需要工人姐姐幫手照顧佢，我完全理解。揾人幫手本身從來唔係一個問題，問題係究竟邊一個人先至真正適合照顧我哋有特殊需要嘅兒子呢？如果一個照顧者嘅行為令到小朋友感到不安，甚至出現令任何父母要警覺嘅情況，我哋做爸爸媽媽嘅第一個反應唔應該係互相攻擊，亦唔應該係證明對方錯。我哋唯一應該要做嘅係查清楚。如果冇事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我擔心多咗。但如果真係有問題，我哋更加有責任要立即處理，因為一個小朋友需要嘅唔只係有人煮飯俾佢或者同佢玩，佢需要嘅係一個安全嘅環境。我今日之所以出聲，係因為我係佢媽媽。當我見到佢返屋企之後嘅表現，當我見到一啲令我擔心嘅事情，我冇辦法叫自己唔好再嚟。我最驚嘅，從來唔係有人話我多事，我最驚嘅係有一日，當一件真正嚴重嘅事發生咗，我哋先至回頭去問，點解當初明明見到一啲跡象，我哋係冇正視呢？到咗嗰一日就太遲啦。所以今日我唔係以你前妻嘅身份要求你做任何嘢，我係真係以我哋個仔嘅媽媽嘅身份求佢爸爸一次，
放低我哋之間嘅恩怨，唔好因為你唔信我，就連我提出任何關於個仔嘅擔心都一併拒絕。你可以唔認同我，你甚至可以永遠都唔原諒我，但係請你親自去了解，親自去觀察，親自去保護你個仔，因為你就算俾千萬億俾我都好啦，都買唔返一個受過傷害嘅童年。更加買唔返一個真正開心、真正有安全感嘅兒子。我唔需要你俾任何嘢我只係想有一日，我望住我個仔，係我哋個仔，知道我哋兩個成年人，即使做唔成夫妻，至少仍然可以做到一樣嘢，就係一齊做佢嘅爸爸媽媽，一齊守護佢。對於以上嘅聲明，你仲有冇任何補充？冇啦，thank you，你幫我表達得好好。OK， 好，咁喺呢一度，我覺得大家都理性啲啦。所有離婚咧都唔會話一定係好開心嘅事啊。離婚好多時咧，雙方都有好多爭拗嘅，甚至係芝麻綠豆咧都會拗一餐。但係而家講緊嘅呢件事咧，都係非同小可。咁所以尤其是咧仔仔係有特殊嘅需要，咁所以希望真正放低成見，大家一齊傾，好冇？